8月7號立秋節氣天地換氣，錯過啦真係要足足等上一整年啊！各位老友記，而家請即刻打開你或者你屋企人嘅銀包，睇下你個銀包入面係咪連一張大額紙幣都冇，或者塞滿咗信用卡、欠單同舊發票。老友記聽清楚，喺風水玄學上呢啲叫做空倉殺銀包，係你隨身嘅糧倉。你日日帶住空倉同債氣出街，難怪上半年嘅財富糧倉一直係空嘅，錢入咗帳都留唔住。但係千祈唔好慌張，古人話春種一粒粟，粟秋收萬顆子。8月7號立秋係全年中金氣歸富、天地換氣嘅第一大節氣，係全年中攞返你財富成果嘅黃金天時。今日我唔講生肖，教大家一套立秋節氣專屬嘅古法，3粒生米引財法。8月7號立秋當日，只要你喺銀包入面放上呢3粒生米，再放上一張壓庫鈔，就能夠瞬間清除舊債務，填滿你下半年嘅財富糧倉，一朝引爆橫財。大家即刻聽清楚，無論你或者你身邊最親嘅屋企人，你嘅父母、老公、老婆定係你嘅仔女，立秋節氣天地換氣，無一例外，人人有份。你今日一定要原原本本聽完我呢條片，甚至要即刻轉發俾你哋屋企群組，提醒全家人喺8月7號立秋之前做好準備。喺大家聽我拆解之前，請一定要先撳讚訂閱頻道，並開啟旁邊嘅小鈴鐺。同時我邀請大家，而家就喺留言區打出秋收萬顆橫財就手呢8個字。呢個絕非單單留言咁簡單，而係你喺宇宙同天時面前許下嘅第一個善念與祈願，能瞬間開啟你身上同屋企嘅正陽磁場，為你全家人引動下半年最強嘅財氣同平安。打完字之後，大家靜落嚟，跟住我嘅思路，我哋先嚟拆解點解8月7號立秋節氣能夠幫全家人翻盤改運。大家要明白，喺五行玄學入面，今年上半年係火旺之季，火喺五行上專門克金，而金正正代表住你嘅財富、決策力同冷靜嘅頭腦。上半年嘅火氣太旺，將大家嘅金氣燒得乾乾淨淨，呢個就難怪好多老友記上半年做死做活，戶口見底，買嘢做決定總係使冤枉錢。但係到咗8月7號立秋呢一日，天地間嘅氣場就會發生全年中最大嘅轉折。玄學上叫做火退金進，立秋係全年中金氣發端、天地換氣嘅第一大節氣。古人話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立秋一到，金氣歸富，代表住你下半年收穫財富、收割成果嘅起點正式到嚟。而銀包就係你每個人每日隨身攜帶嘅糧倉同聚寶盤。上半年火旺燒財，令你個糧倉空空如也。喺8月7號立秋節氣呢一日，幫銀包納米振富，就係順應天時，將立秋嘅金氣同秋收能量直接鎖喺你嘅隨身財富入面，寓意你下半年糧食滿溢、財源滾滾。錯過咗呢一日嘅金氣換氣，你個糧倉又要空置一整年。好，大家靜落嚟，而家我就正式帶大家對號入座，自查你或者你屋企人喺銀包入面犯咗嘅3大空倉死穴。大家而家就供出銀包，打開嚟睇。呢3大死穴人人都有可能中招。如果你哋之中有人犯咗，千祈唔好輕視，因為呢啲死穴就好似屋企暗中開咗個漏錢嘅穿窿，令你上半年嘅糧倉一直係空嘅，做死做活都存唔到錢。第一大死穴就係呢個銀包入面一分錢現金都冇，犯咗風水學上最忌諱嘅空倉殺。老友記，而家世代變咗，大家出門都慣咗用手機數碼俾錢，用電子支付或者八達通，覺得隨身帶現金麻煩。結果好多人打開銀包一睇，入面乾淨到連一張紙幣、一枚硬幣都冇。大家聽清楚，喺風水同玄學入面，銀包係你隨身嘅聚寶盤同財富糧倉。財氣最講究嘅係有根有底，金有金母，財有財根。電子支付雖然方便，但喺氣場上只係一串虛無嘅數字，代表住水一樣嘅流動虛氣。而實實在在嘅紙幣同硬幣先至係帶有真正金土能量嘅財氣實體。如果你個銀包長期係空嘅，喺磁場上就等同於你日日隨身帶住一個空殼、一個空無一物嘅糧倉。糧倉無糧，財富就冇根。每當你打開銀包見到一片空白，你喺潛意識與宇宙氣場入面就不斷向外發射貧瘠空虛嘅信號。呢個就難怪你平時明明節衣縮食，轉頭總係有突發意外令你使冤枉錢。整車整屋睇醫生，因為冇實體現金鎮住財富，財氣根本留唔住，好似浮萍咁白白流走。哪怕你平日幾習慣用手機俾錢，
銀包入面都必須隨時放住實體紙幣嚟充當鎮庫石，絕不能讓隨身糧倉變成空倉。第二大死穴，呢個就係90%人嘅中招嘅債務死穴，就係你個銀包入面塞滿咗信用卡、欠單舊發票同出賬收據。大家嗱臨揭開自己銀包嘅每一個隔層睇下，係咪塞滿咗上個月買嘢嘅發票、超市收據、泊車飛買送單據，甚至係信用卡嘅月結單同欠單？老友記，大家一定要聽清楚，銀包入面係你存儲財氣同糧食嘅地方，應該放嘅係代表財富同正能量嘅乾淨紙幣。買完嘢嘅發票同收據喺風水氣場上代表住已經流失走嘅錢財，係財富嘅殘骸。而欠單同信用卡賬單更加係代表住債務同開支。你將大量買嘢嘅出賬發票、買餸嘅收據同欠單塞喺銀包隔層入面，將銀包塞到脹卜卜。你喺玄學上咧就叫做將糧倉變成債倉。你日日帶住一身重沉沉嘅債氣同出賬氣出街，等同於日日向宇宙同財神爺宣示你欠人錢，你要使錢，你嘅錢已經流走。喺8月7號立秋呢個天時換氣嘅大日子，如果你帶住一身債氣入下半年，呢個就難怪你總是無緣無故替人孭鑊、替人揾債，錢啱啱入賬就被各種意想不到嘅開支吞掉。立秋前必須將銀包入面嘅舊發票欠單通通清理乾淨，絕不能讓糧倉變成債倉。第三大死穴，呢個就係喺8月7號立秋當日大發脾氣或者衝動借錢消費，親手沖散抽金之氣。老友記，大家一定要記住，8月7號立秋係天地間火退金進、新舊氣場交接嘅第一大節氣。立秋呢一日啱啱降臨嘅金氣係你下半年最寶貴、最核心嘅財氣種子。古人話金氣初生極其柔嫩，最怕被暴躁嘅火氣同衝動消磨。如果喺8月7號立秋當日，你因為家務瑣事或者工作上嘅小事控制唔住脾氣，同家人朋友或同事大發雷霆、大吵大鬧，你喺五行上咧就叫做暴火克金。你喺用自己嘅怒火親手將你啱啱到手嘅呢一個立秋金氣同財運燒得乾乾淨淨，又或者你喺立秋當日衝動消費、大額借錢俾所謂嘅熟人，呢個就係喺金氣交接之時將隨身糧倉打開送俾人氣場。一被破壞，下半年小人就會趁虛而入，令你喺財務與事業上頻繁食啞巴虧，被小人算計。老友記，講到呢度，大家不妨停一停，仔細睇下你自己同你屋企人嘅銀包呢三大空倉死穴，你哋係咪已經喺無意中犯咗其中幾樣？如果中咗招，千祈唔好慌張，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接出嚟，我就會手把手教大家點樣喺8月7號立秋節氣呢個千載難逢嘅黃金窗口，用最極簡零成本嘅3粒生米加壓富鈔秘法，一招破局，幫全家人填滿糧倉，引爆下半年嘅橫財富。大家攞張紙筆記低，或者即刻撳讚收藏影片。跟住我分3個節點去操作。第一個節點係喺8月7號立秋之前，即係8月6號夜晚之前，呢步叫做極簡清庫。大家要明白8月7號立秋係金氣降臨、糧倉歸庫嘅時刻。喺金氣降臨之前，你必須先將隨身銀包呢個糧倉打掃乾淨。喺8月6號夜晚之前，打開你同你屋企人嘅銀包，將入面塞住嘅所有信用卡、欠單舊發票收據全部攞出嚟，掉咗佢，一張都唔好留。呢個動作叫做清理舊債務，拔掉債倉，將上半年嚟所有代表出賬開支同債務嘅舊氣場徹底清空，確保8月7號立秋金氣降臨嘅時候，呢個銀包係乾淨純正嘅暢通無阻，迎接下半年嘅新財富。第二個節點係核心所在，8月7號立秋當日正午11點到下晝1點之間嘅午時，呢部叫做包生米納糧倉。大家喺8月7號午時11點到1點之間，準備2樣極之簡單嘅物品。第一樣係去屋企嘅米缸入面揀出3粒完整冇損冇破裂嘅生米。點解要3粒生米呢？喺風水玄學入面，生米代表住生財有道，係最原始、最純正嘅糧食種子。古人話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呢3粒生米喺玄學上代表住天地人三才具足，係你喺立秋呢日種喺你銀包糧倉入面嘅財富種子。第二樣係準備一小塊乾淨嘅紅紙，或者一個細細地嘅紅封包。準備好之後，將呢3粒生米平放喺紅紙中央，恭恭敬敬咁用紅紙將3粒生米包好。紅紙屬火，代表住喜慶同紅紅火火。
用紅字包生米喺五行上叫做火生土，土生金，能夠強力保護呢3粒財富種子，然後將呢個包住3粒生米嘅紅紙包恭恭敬敬咁放入你銀包最深最暗最唔容易俾其他人見到嘅隔層入面。呢個喺風水上叫做暗庫藏糧，兩倉藏好代表你下半年衣食無憂，財富穩固。第3個節點係最關鍵嘅一步，喺生米紅包嘅旁邊放立秋壓富鈔。大家將3粒生米放好之後，喺生米紅包嘅旁邊放上一張你手頭上面值最大最乾淨嘅新紙幣。例如喺香港就放一張黑心蚊嘅金牛紙幣，喺加拿大就放殼璞加幣，喺美洲就放殼美金，喺內地就放殼蚊人民幣。呢張面值最大嘅紙幣喺玄學上叫做立秋壓富鈔，將呢張大鈔壓喺糧倉入面，代表住你個財富有重金鎮守，糧倉底氣十足。呢張壓富鈔喺下半年盡量唔好使咗佢，佢會沖蕩你嘅財母，喺暗中源源不絕咁幫你吸引四方財氣，鎖住你下半年賺到嘅每一分錢，令你嘅銀行戶口唔再見底。老友記，大家睇下成套立秋糧倉聚寶秘法，用3粒生米加一張壓富鈔，係咪神聖極簡又完全唔使花一分錢呢？真正有效嘅風水從來都係順應天時地利人和，用最純正嘅心去做啱每一個細節。只要你喺8月7號立秋節氣做啱呢個秘法，下半年全家人嘅財富糧倉想唔填滿都難。講到呢度，呢套古法生米引財法最核心嘅操作，我已經毫無保留咁全部傳授俾大家啦。但是大家一定要記住，天地換氣嘅能量係非常龐大嘅，光靠你一個人默默喺心裏面諗，磁場仲未夠強。而家請你即刻跟住我做出最重要嘅一步，喺留言區打出秋收萬火，橫財就手呢8個字。古人話言出法隨自然福至，立秋係天地間金氣最旺、收穫最為豐碩嘅時刻。你喺留言區親手打低呢8個字，就等同於喺立秋嘅天地財富入面立下咗你嘅專屬財運契約，將種一粒生米收萬火黃金嘅豐收磁場瞬間拉滿。每多一個人打出呢句話，大家嘅財氣就會喺留言區匯聚成一股龐大嘅聚寶盆能量場。你留低嘅呢8個字就係你下半年開啟橫財大門嘅黃金鎖匙。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期影片真係幫到你，請一定要喐下你嘅發財手，幫手撳讚，並將影片收藏起嚟。更加重要嘅係一定要訂閱我哋頻道，並且開啟旁邊嘅小鈴鐺。點解要開啟小鈴鐺？因為節氣換氣嘅時間窗口非常短暫。開啟小鈴鐺，你先唔會錯過我接下嚟嘅每一期財運秘法同精準嘅交接時辰提醒。下一期我仲會繼續分享啲咩嘢能夠令下半年財運再翻倍嘅隱藏絕招。好啦，快啲喺留言區留低秋收萬火橫財就手，開啟屬於你嘅下半年黃金財富。祝願所有睇到呢度嘅園主，立秋一到逢凶化吉，橫財就手，下半年通通暴富，順風順水。我哋下一期再見。